在镜头等下，咱国内上新的消息，咱来去立法院。今仔日国会改革相关法案法条要搁继续表决。透早立法院议场一开门的时，立委就冲入去内底，甚至搁发生查某立委相拍。也若伫外口，嘛有民间团体号召民众伫现场，要关心法案审理的状况。咱即马就赶紧连线，互台记者郭碧君、林旭凯，带咱来看现场上新的情形。 观众朋友，早，观众朋友对阵来关心这个立法院的状况。透早7点，立法院议场一开门，是有一立法委员就相继入去占位，先甲因手头的布条，也个有一手板顶拢摕起内底占位。咱来看议场来上新的状况。 虽然即马看起来真平静，不过伫透早的时是有立法委员小话口号，甚至是相拍的情形。不过即马已经小可冷静落来。咱来看立法院外口的状况，即马这起这边立法院外口的青岛东路这边，会使看到台北市区是已经开始落雨了。伫个车路这两边布棚已经拢打好势，伊也已经开始排啊，一定有一寡民众来到现场，透早就来赞声。 发起行动的民间团体透早伫补助的工作人员也到现场做工课，伫舞台顶的荧幕会转播议场来上新的状况，还有现场参与行动的民众会使到阵来看。即马立法院边这条青岛东路已经拢封起来交通管制，另外一边的济南路也封起来交通管制，无法度赛车、骑车经过。当咧上班上课时间有经过这附近的民众，就要加注意。即马现场人阵也无济。 现场的警察阵地已经拢准备好势，有啥物上新的状况，公司台记者会伫现场继续为观众朋友来掌握。即马甲画面交通记号叶亚平。